台中市目前是有5800外间的公共便所，评分得优的就超过99%。不过民众讲，这不少景点也是公园的公共便所，不是各种就是垃圾里落，这评鉴根本就无影。台中市府就表示，因为巡检的人力无够，才会造成民众感觉无好，会加强巡检，维护品质。这个公共便所看起来真旧，有的设施各个种也未修理。这是台中西屯一搭公有停车场的公共便所，不过外口刷打特优等级的标识，民众感觉甲实际状况差真多。他们在人力的调度上吧，就是安排上打扫的次数来说，可能就是都是固定的，所以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在假日上也遇到那么干净的厕所。有民众讲，像隔壁10地游客中心的便所，查甫便所有死的尿道各种；北屯一间卖场的便所嘛有真侪尿道搭维修的标识。不过，这些便所拢红列做特优。市府表示，目前每当拢有办理公共便所的评比，来鼓励维护单位甲清洁人员，卖加强管理公部门的便所。如今连续评鉴2次分数不佳，将予以降级。如查获明显脏乱情形者，将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予以告发。市府表示，目前的管理5810座公共便所，有超过99%是特优级。也去年收到的通报案件当中，爱改善的有200件，拢已经要求管理单位爱改善。也公共便所评比标准是按照环境部定的检查表，只要袂垃圾、袂臭、袂淡，就会当来做特优。不过，用过拢是主管机关来评鉴，所以会运用 Google Map 和民众来评分。当做自己家里的，应该就不会乱丢还是破坏之类的吧。大家如果就是卫生习惯好一点的话，就比较容易维持干净啊。未少民众表示讲，公共便所伫假日时使用机会悬，品质确实会较歹。除了管理单位加强摒扫，民众的公德心嘛真重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